新闻来看，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县长任内，牵涉到南口特定计划区的土地弊案受诬塞，昨半暝和桃园地检署约谈，透早检方申请羁押，中昼开羁押庭。郑文灿是否认讲有不法的行为？法官认为这已经是7年前的代志，无羁押的必要，裁定500万交保。检察官嘛遂提出控告。总统赖清德是表示讲，无分党派，不管是啥，牵涉到非法检调，拢应该爱查办。第六审问，郑文灿悄悄无回应，伫律师陪同下坐车离开，因为技术涉案职务上行为接受诬塞。郑文灿伫7号暗时和桃园地检署传唤，透暝一问了后，检方认定犯罪嫌疑重大，向桃园地方法院申请关押禁见。7日晚中昼，伫法庭，郑文灿否认有不法的行为，但伊审问了后，裁定以500万块交保，限制自居出境出海。桃园地检署不服，当庭提出控告。郑姓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案件，于昨日传唤被告到案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为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第5条第1项第3款，对于职务上行为受贿等罪嫌，犯罪嫌疑重大，有羁押原因及必要。桃园地方法院发出声明，涉案洗钱防治法罪嫌的部分，被告102年收受代票500万块，到107年8月交予相关人。难以认定款项有变更的情势，认为无犯罪嫌疑，也若涉案无违背职务、收受贿赂、涉弊罪嫌的部分，被告虽然获认缓刑，不过有证据资料，考虑案发时间到即阵已经有7年啊，无关押必要。打诈、扫黑、肃贪是目前政府重要的工作，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发展、社会的安定，以及回应人民深刻的期待。总统赖清德讲，无分党派，无论什么人，只要牵涉非法检调，拢应该查办。外团郑文灿击败，是因为南口特定计划区的江湖工业区扩地案互调查。桃园市长张善政讲，这军市府确实配合地检来约谈调看资料，区段丁箱内底计程有一块地。郑文灿讲，互业者家己重话是真少看做法。可能是检调想要进一步了解，不管是请我们同仁去说明当时这些案子的过程，或是要调阅一些资料，我们都在积极配合。那么接下来我想就是调查不公开，我们就希望这个案子能够尽快的水落石出。这就任海基会董事长1个月，郑文灿7日拄过57岁生日，过去8年，同市长任内声量真悬，是民进党重点栽培的中生代。这摆遭到司法的调查，政党传出清算者阴谋论，在野党呼吁司法调查清楚。那我毕竟是桃园的县长，我还是觉得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我们希望检调还有法院赶快理清。过去传闻很多啦，但是这种事情既然检方已经介入了，就等调查结果了。透暝一问了后，交保限制自居。郑文灿经由律师讲，家己无不法的行为，一切配合调查，希望尽紧会有结果来证明家己的清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